今年1月到9月咱国旅馆的大房率是4.8%，比去年同期减少。观光署表示讲是受到各国拢已经开放，咱台票又搁起，影响到观光客来台湾的意愿。也毋过有部分县市因为办一寡大型的活动、甲体育比赛等到是有成长。12强棒球赛伫大巨蛋比赛期间，带动台北市一波旅馆业大房率，业者明显感受大人客比去年同期增加差不多2成。打球啦、演唱会啦、展览啦，这个都会有对旅馆业都会有加分。我们比较没有感受到外国人啦，就是商务客啦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中南部上来看演唱会。观光署统计今年前3季旅馆业客房大用率。1到9月，旅馆业是48.33%，其中新北、新竹县、台南市大房率拢超过5成，花东是受天灾影响伫2成左右。全台平均住房率比去年同期下降差不多3%。虽然伫交通部推出花东旅游补助等振兴措施之下，有待花东住房率，不过补助伫这个月中就结束，住房率出现断点落差。随着补助结束之后，12月15号开始住宿率大约我们只能够预估大约是将近2成。对于花莲未来的挑战。又开始再度浮现，吸引国际旅客来台观光以外，我们也在台湾旅宿网也设置了优宿专区，提供了一些各饭店的一些优惠的措施。观光署分析，前3季整体客房大用率比去年同期小可下降，受国庆开放、会差这因素影响，个人旅游目的地选择。另外，华东地区主要受控诉控3地动风台地区旅客信心无够，未来除了继续行销吸旅客以外，因为旅馆分众化差异较大，也伫咧官方经营的旅宿房整合合法旅宿业者的资讯，互旅客营造价位或者是交通等无同款的需求，来找找适合的旅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